立法院早起审查老人福利法的修正草案，那被立委是主张讲，要补助老人健保费，表示会当来排除综合所得税前2成的民众。也毋过，卫生福利部是认为讲，咱台湾特别进入超高龄的社会，除了要考虑负担，嘛要兼顾世代的公平，所以建议讲维持原本的条文。 为着让老人医疗甲生活有保障，那被立委提案修正《老人福利法》第22条，主张由中央补助老人健保费，佮以综合所得税率20%做排付条件。因为目前敢若6都甲基隆市有补助老人健保费，大部分县市因为财务困难无法度负担，同款是老大人煞无共财务，无符合宪法平等原则。 这样不一致的标准，使得老人们在不同的城市间享受到了不同的福利，而这样的差别待遇也严重了违背了宪法所保障的平等的原则。另外，由立委提案修正《老人福利法》第25条，因为老人坐国内大众运输工具，也甲进入康乐场所、文教设施等，需要人陪伴，应该甲老大人同款，有半价优待，并限制敢若一个人。让陪伴老年人的陪伴者。 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出入文教设施、康乐场所时，也可以享有相关的这个优待。涉及跨部会、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、补贴机制与民间业者营运事宜，考量世代正义原则，尚需通盘审慎研议。本案建议维持现行条文。卫福部是讲，目前低收入户的成员是健保第5类被保险人，保费由中央专业负担。另外，也专业补助中低收入70岁以上的老人保费。台湾2026年特别进入超高龄社会，青壮年人口负担愈来愈重，除了量龄的负担，嘛要考虑到世代公平，建议维持原条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